矿泉水732公升。6月初，8百风灾苦托台湾过後，為期3日。今日嘅阿里山鄉還有其他嘅部落向孤島搶用，對外交通困難，佢需要再過送物資。今日也都對桃園嘅下南來到嘉義聽數嘅吉普車隊志工，整體水上機場載物資，準備要同軍方共下出任務。也把嘅目的地係阿里山鄉嘅來吉部落。是啊，你有傳呼叫。收到，請講。那個黃少校，他有無線電通了嗎？無線電可以通啊。了解 ，OK，好。我入到阿里山鄉嘅來吉部落，我對南頭竹山經過園林草嶺，再過電到嘉義阿里山鄉，能做得入到部落地背。同時臨時片頭能開通2個禮拜嘅路況均冇，一般的車位實在係10米起，一路空空轎轎，還不時看得到本土色標8度嘅布嘅，都也下還埋睇土色袋度，像看得到一大片變形的布單。哦，真的嚴重啊！你看。回太節路，車位愛對亂草草嘅色袋度開出嚟臨時片頭，能有辦法行嘅一批。考下到軍用拖拉機愛行自天態度嘅限制，今日花費減為5點鐘嘅時間，讓總算入到無水好事的來吉部落，順利完成了今日的軍部行通。車位停好時，部落創業志工阿邊個接力，辦下一箱又一箱嘅礦泉水，也係來吉村民也下提示嘅。礦泉水的話，大概有730箱左右，對。然後再來就是泡麵，還有麵條之類，那個是大概30-40箱這樣子。現在就是交通的問題啦，我們就是對外交通比較不方便，然後很多路基都已經塌方了嘛，所以就是像你們進來也知道啊，那個路都柔腸寸斷的。路完全就唔從路嘅，一般的車位完全是唔入去。韓國嘉義縣本身無西林克的吉普車，做得是到橋屯太路路快長長的山區部落，只有請桃園縣吉普車協會救援隊來投訴。因為我們這裡普遍那個山區很多的一個船那個就是說路都斷了，那我們這邊本身4輪傳動的車子，而且這個可能不只是有車子，而且技術上是非常的重要。從禮拜四從嘉義其實水上救援協會打電話俾我哋，拜託人下來例如聽送嘅物資，因為我哋救護車協會來講，所以講人哋車做啲行嘅路，到一般嘅車來講，轎車來講，係冇用弄嘅。小弟回答你，大家是當然有啲信啦，是大家悄悄啊，談到有13號救退茶初步網機連夜安視察下來，建議到配合嘉義水上救生協會嗰個消防嘅義兄嘅弟兄嗰個安尼嘅國軍嘅弟兄共下來倆嘅來吉村來停收咁樣。其實也已經係桃園縣吉普車協會救援隊喺8百風災過後，第4擺出通道在起嘅，第擺出通嘅時間還未了結。來自各行各業嘅隊員主動用下數項嘅勢頭，就按日來到在起做運送物資嘅志工。一陣一下來是講大家安排，做嚟從用料時再來嘅，或者講伊實在就等自家做條路嘅時間做嚟調得到嘅，但是就安排個查次按樣嘢就像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再來你是安排嘅樣。我哋桃園種啦做成年，做批發嚟成年，係。路標下成年來了，因為我哋喺吉普車嘅一份子，要大家要需要車輛按照佢來。我係做中方嘅。標下這架車條嚟救災中方那個慢慢走唔怕等你事情做好，仲可以賺錢唔怕。人家冇反思，路衝自家冇反思，人家有通難，路衝自家有通難的精神，來探索困到嘅災民，本部落嘅原住民吃到會感通。蠻感謝很多有愛心人士都過來幫我們。Hello，再見，再見。好了，可以。
上泡面好了哈。结困嚟以安部，也導致講繼續天日送物資嘅應付，今日要囤物資送到阿里山鄉嘅茶山村、新美村，因為前個禮拜一定能來過茶山村，幾百嘅情形更危險，嗰所太隊長提執行應付前，先對他家講法。今天我們的任務是要去我們嘉義縣大埔鄉的茶山村裡面很多路況大家不要急記得聽我們今天的指揮官指揮不要擅自脫隊，這點非常重要。手機隨時保持聯絡。交通路線喺災難過後冇被偏鬆，而送物資只有對嘉義向台南玉江行，再過入到嘉義縣太埔鄉，能做得點到阿里山鄉嘅茶山村、新美村。臨時片頭嘅路況比前一日還過快。他這邊涵管還沒埋啊，我們上禮拜來的時候還沒埋啊涵管。遇到上下架各大所長櫃台，插隊一盤相互照顧。可以，你要不要靠過來？靠過來。路況還不時會出現像條那麼夾嘅暗色嘅辦法。要小心了哈，很窄哈。甚至有嘅時節還需要睇水面上這把個。上次我們就從這裡，上禮拜我們從這裡坐過來，從這邊來了。上次的水量比這還更大。所以說，這種小溯溪對我們來說是很軟的，很輕鬆的，對，很輕鬆，對。回路係克服各種困難嘅路況，桃園縣及普查協會救援隊天一百成功嘅囤物資送到茶山村，村民看到也都自豪，如像看到老朋友同樣安詳。吃泡面。看到這些東西很高興啊！對啊，看到東西很高興啊！對，謝謝你們。對啊，看到他們過來，我們很高興。桃園縣那個吉普車第二次來了上次是非常困難的時候送到，那這一次又是縣政府委託他們把物資送到我們這邊，我們再次的感謝他們吉普車協會哇，這麼多！天一百來到茶山村，有冇聽講係愛送眼氣本生日呢？甜甜嘅生日呢，樹紅吸暖眼氣，面紅出現呢係滿足嘅笑容。我拿到獎品，喜不喜歡？喜歡。有多喜歡？喜歡。另外一片熱情嘅茶山村民，做到已經準備好些嘢動作，做喺櫃台屋嘅面，愛本熱心嘅志工師。怎麼樣？有一些感恩啊，上次沒有吃到這些，很感動，真是很感動。我已經跑了2次，這是看到朋友一樣啊。正確。加擺運送物資到茶山，算係個順事嘅，無從先前安定人家。講到送拜嘅經驗，每幾年閒氣咁拍拍咧。天白來時，如果橋團體嘛，橋團體過唔得，是行嘅乜嘢產業道路。個產業道路嘟嘟可以去查案發天啦。事件過差唔多3個半鐘頭。其他產業道路細條全部法家灣啦。經過個法家灣差唔多4-50條法家灣。因為嗰啲困難度非常高啊。台北的水是唔係路那不是路況，水況相當危急啊。那真冇辦法行啊，冇辦法行。我說本來你行山路過來時要行4點鐘，落開水講冇人愛行公路轉去啊。他假如講行水路轉去。今日山區下晝斷層有落雨嘅，預見雨還唔前結束。
职工还爱在个对太头拉古巷接下物资，送到韩国山都的新米村。龙门街临时开通的神奇片套，感足足的最难行。注意山壁的个南奶，个南奶下来吼，差要行要抽啦。 行要抽的话，你不管那四轮传动车啊嘛个哦，请行就行南来的，唔行水，行南来。要行要抽落水的话，就行沙谷落石说很听。路暗木行过落雨，吉普车队喊起夜晚能达成进步，顺利的囤物资送到为新米村。哎呀，真的是感谢他们能够这样那么老远的地方把物资送到我们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谢他们，谢谢你们。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桃园吉普车救难队哈，他们组织的这些车友哈，开车到我们嘉义来啊，直接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物资运补到山区每一个部落，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个山区的这些交通哈中断哈，整个交通的一个环境非常恶劣，但是他们都这个使命必达哈。 冒险哈，深入到我们的山区，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使命必达。面临拼凑而完成的背后，是亚洲出钱出力、无私心付出的职工，用汗水水累积来的。加支持一等持续无停奉献的原因又是乜嘅呢？真欢喜，因为你轮椅天数吼，像做好事一样的，真欢喜，真有个成就感啊！ 现在又在奉菜，又在清的期间啦。有时候想讲，自家就在做乜个帮助伊对安尼啦。所以我哋尽量是问讲那边又细绕，你尽量帮忙啦。人一辈子，如果说有机会把多余的力量贡献给社会，这是很好的啦。你按东远下来，为什么可以持续？应该最后是因为伙伴啊。 就按东你啊，没讲一小听啊，你一小想做可能做不来啊，可能是救援队的伙伴可以让大家会一直想要继续参与这样子的事情。现在目前人间有爱，白白风在海南台湾变到夫妻马家，初生本洋葱的在前，一般爱等看到亚地地图上的人，上帮上疼的爱心，看到安多慢慢来作为英雄，无私心的奉献。 也本人感受到台湾最彩体、最片面、最真实又感动人的力量。